Daya Namo Dharmaya Namo Sangaya。首先呢，我就是代表所有我们龙松佛教频道的这个义工和观众啊，向仁波切就是这个诚恳的这个非常热烈的，就是说扎西德利。好的，谢谢，对，谢谢天慈令扎西，请我在这个荣总佛教那个频道，我们今天就大概将近1个小时，就聊一聊，对，关于佛法方面。好的，谢谢，对。仁波切呢，就是我刚刚在前面说的一样的，除了这个本身这个所有上是具备的这些传统的佛法的修学的教育之外呢，我就看到的仁波切的另一面，就是比较您的方式是比较容易这个怎么说，吸引年轻人或者相对的这些青年和这个年轻人，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今天的其实这个聊天的主题呢，我直接视为如何沟通00后。好的，所以这个，因为我也经常也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有挑战的是什么呢？确实是就是跟00后这个沟通，因为我们佛法要继续传入新一代，这是佛法生存的根本一个关键性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就是很难这个佛法弘扬下去。但是这个沟通的桥梁和管道和方法当然是非常关键的，但是也是非常有挑战的。因为现在这个00后的他们的思维、做事情风格等等都是非常不一样。但是我现在呢，就是跟仁波切请教之前呢，我们观众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的贵宾是哪一位，所以呢，我希望先仁波切能不能跟我们说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啊，好的，那我叫曲家荣波切，对，然后出生在尼泊尔尼泊尔加德满都这个大佛塔，在1985年。然后1岁的时候，那个萨迦法王跟我的父母说他是一个活佛，但是当时没有说准确的是哪个活佛的转世，只是说一个活佛你们要对好好的照顾，就大概是这样。然后后来大概5岁的时候，我自己记得因为母亲希望我去幼儿园，那个对，在尼泊尔，但是呢我自己主动选择去庙。那当时候呢，我父亲的很多亲戚，然后尤其是父亲的上师那个苏勒曼卡尔旺仁波切，他当时候在那个印度的16大宝法王的庙，那个 Rumdik 寺然后就1989年，我记得当时候就是我去 Rumdik 寺跟苏曼考王我们一起在那儿，当时候也有很多活佛的。然后就大概在那儿，扔第四待了2年左右，在那儿学仪轨啊。然后后来，那个索曼考旺从那儿毕业后，他去就是那个 r o m d i 寺那个对面有另外一个山叫 Ranga，他建了在那儿庙。然后当时我们就3个人，索曼考旺和我和一个叫谢家他的那个对，然后还有一个我们4个人。然后我在那儿待了大概有8年的时间，就学了苏蒙嘎举派的所有的那个仪轨啊，什么金刚舞啊，然后就花了8年的时间在那儿。对，因为从那个西藏那个青海啊，那个有苏蒙寺来了很多的上师们，然后在那儿我们就一直在学习。然后后来1999年左右，然后我去那个印度南部那个宗萨尔钦子仁波切的他的那个佛学院，然后在那儿
当时候那个现在是有新的，当时候是旧的那个。当时我们大概有300个喇嘛左右。我当印度，时候在那印度印度，对。北部的，对吧？北部啊，的。北部，对的，不是南部，北部的，对。然后在那儿待了2年，2年多一点，对。然后 Kimbo 公告忘丘也当时候在那儿，他也在讲课，他当时候对我也特别好。然后2年多在那儿学了的一些基础的佛教哲学后，然后有那个法王，我们那个噶举派的法王，那个夏玛巴法王，对，他发给我一个信息，说你是噶举派的噶查贡钦这个第4大巴法王一起的一位大德，在那个楚布寺的一位那个什么闭关中心的上师，对。然后他说你是这个转世，你一定要来在那个什么嘎连蹦，就是那个在达尔吉林那个 Sikkim 嘛，他在那儿开一个新的佛学院，然后他说来那儿。然后我说好，可以。然后就大概2022年左右，对，那个坐船，对。然后就说这个噶查贡签那个活佛的转世，现在就大概如果算的话，大概有13那个传承。但是呢，就中间没有啊，所以中间没有这个历史，就找不到，只能那个噶举派的那个传承里面看到一个噶查贡签，就当时香巴巴法王这样说。所以后来这个那个印度佛学院，那个噶林蹦西里迪瓦格佛学院当时候也有很多那个康波门，对。也有那个老师们，那个瓦拉纳西来的，那个 Professor Sembadurji，跟 Sembadurji，然后Rumdik 来的堪布确扎，跟他们学了大概有8年的时间，对。然后总共那个中山佛学院2年，然后8年在那儿，然后8年的过程中也教了6年左右，在那儿佛学院教了佛教哲学，就大概啊。二嗯2009年就是那个毕业，佛学院毕业，对，就大概是这样。然后就大概那个庙总共待了10年，仪轨那个完成，然后佛学院也总共10年，然后就毕业后，然后我就去闭关了，对。然后我记得2010年，然后我去那个冈仁波切。然后整个西藏拜了所有的上师们，那个我们那个什么，当时候去雅琴寺什么那个我们那个对，是个色达佛学院然后就去了很多宁玛派的然后噶举派的很多庙，待了3年6个左右，流浪中在那个藏地冈仁波切待了很多月，然后见了很多上师们，然后对闭关，就大概3年6个月左右，然后就在那儿出来后，然后后来去瑞士和美国，大概7年又读了心理学西方心理学那个荣格心理学在瑞士然后去美国那个哈佛，在当时候有一个机会去那个学社会心理学研究生的但是没有毕业只是当时候学了，然后后来有很多事情，然后后来就尼泊尔做很多慈善然后一直在讲课就大概是这样，我的故事说完了。仁波切，我们就是刚刚聊的时候呢，就是一下子好像拉近我们的距离这个达对。到非常亲切和亲近的感觉。为什么？有4个原因。第一个嗯原因呢，您说到斯曼高王仁波切，其实斯曼高王仁波切就是我的上师大堪布班马才王阿里堪布班马才王仁波切的嗯啊，而且我在阿日寨佛学院的时候，我的很多的同学都是来嗯嗯自芒寺的，所以呢，这个对我来讲的话，斯芒寺是格外非常熟悉和亲切和有特别的缘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再加上嗯你又说到中山佛学院，那中山佛学院搬到中大拉的时候，我就是到对那边，我在那边也待了啊差不多5、6年的时间了嗯
直到现在，我在印度就是一直属于总是佛学院的一员的那种，我自己把它嗯嗯也嗯当做我自己的这个寺院，自己的一个归属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上上下下都是对我来讲非常重要。大堪布邦那刚刚王去也是，呃，我也这个从他那边得到过很多的这个法教嘛啊。再加上您又说到夏目尔法王、夏目仁波切，夏目仁波切的父亲是这个住口，我是这个市的，是他啊，的这个是的，所以我们老一辈的都对夏目仁波切是非常非常恭敬、尊敬的，因为毕竟他是这个仁波切的长子嘛，就是这样，就是。然后再加上你又说到亚青和斯大，当然那边都是我们那边这个学习和那些法王如意宝啊，那都是我们的上师。对，所以呢，对，我的这个从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都是您刚刚分享的，都是对我来讲非常熟悉，而且非常嗯那种这个深有感触的一个地方啊，这也是嗯我觉得。嗯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们的这个对话是可以是完全就成为很好的一个这个放松的一个对，聊天啊。好的，再加上呢，我想问第二个问题呢，虽然说你刚刚说到从佛法到心理学，现代的心理学之间的整个的学习，还有流量的方式去各个地方修行的过程都是说了，但是我在前面说的一样的，其实呢，就是一个尼泊尔的上师能学汉语中文，然后流利的能用汉语传法的这样的这个水准是。因为各种环境啊，这个因素嘛，所以不太容易的。所以呢，您是什么样的这个原因学习的呢？嗯哼，但而是这个这样，过程是怎么样？学习汉语的过程？嗯，那个来了一个人，是你认识我认识他，我不知道他为啊？什么，好但是没有不关系，啊，他不会出现。哎，原因呢？你为什么来上弦呢？对，他是这样，就是因为嗯啊，对，因为当时候你看我在20年在庙和佛学院的时候，我就不会中文，对，后来去那个流浪3年6个月，在藏地啊，在那个当时候也不会中文，对，然后最后3年6个月，就大概3年6个月的时候，对，因为很多原因，对，我就很难就回到尼泊尔，因为签证过期了啊，所以呢，所以就出了很多的问题，然后就需要很长时间在整个那个尼泊尔政府那边和中国政府那边要把那很多资料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然后当时候有一位上师在南勤，对。然后他们说那现在你有时间，那你学中文可能将来会有一些帮助。然后，然后我在想，好，那我有时间，那学中文，然后我去成都了，对，成都待了可能一个半一个半月左右就学中文了。当时我去一个中文学校去学了，然后后来去北京，大概待了一个半月左右，就总共学了3个月吧。那当时主要我就背下来了5000多个单词，那个词就背下来了。然后呢，就这3个月啊，就看了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然后呢，遇到谁就跟他们就是一直在用，然后就那个语言学校里面主要学的是那个一个语法，嗯然后呢。就是这样，就没有什么大的，就是一个缘分吧，然后就那儿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就学了3个月，后来呢，就是遇到一些中国的师兄们，然后跟他们一讲二讲，然后我们就开始会有一点点就是那个流利啊，现在
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缘分吧。嗯，好的，那个对，然后我就接下来向您这个问的就是说，比如说您呢现在也有西方的很多的学生了啊，再加上呢嗯现在在就是华人的这个在各个地方也有很多的学生，那我认识的我的学生当中也有要去专门参加您的一些课程啊、闭关啊，有这样的。嗯我也有认识的这样的，所以呢，您这样不同的，比如说，因为本身就东西文化的差异特别大，而且这个和这个就像汉人和这个西方人，尤其是一般的我们这些藏族啊，这个喜马拉雅山的那些，这之间都有很大的一些不同风格和不同观念、不同习俗。对。所以呢，您跟这些华人和这个西方人讲话的时候，因为你在尼泊尔和你在这个印度，可能佛学院里面的讲法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对。你是遇到什么样的一些困难吗？需要面对什么样的一些挑战？我觉得，你看呢，我在西方，在包括那个什么英国和俄罗斯啊，我在讲课，但是呢，大部分的来听课的人，他们已经有基础，比如说几十年跟很多大师一直在拜，有些呢可能他们的上师去世了，然后就现在就开始跟我学习，所以西方我觉得挺有意思，他就是已经，尤其是这个学密法的啊，他就是已经有一个圈子，然后呢，他已经有一个基础，然后呢，你跟他们讲什么，就他们都知道了啊，知道啊，观顶啊，什么那个啊，仪轨啊，什么那个金刚铃啊，金刚杵啊，那个他们都知道，然后仪轨啊，这个要他慢着要供啊，就磕头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比那些藏族人，明白有些亚洲更那些西方人呢，更好像他包括那个俄罗斯人呢。他就已经有这个基础，然后就跟他们，我以前刚开始就是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一些风格讲，但是他们说不，我还是想要传统的，所以呢，我跟他们就主要，你看我发现大部分就是喜欢那种观想啊，就什么升起之地、圆满之地那个杰林卓嘛，然后就不同的本尊呢。但以前他们是大部分就是他没有次第的修，他就动修那个什么难修，就是修各种各样的法，但是没有一个次第。然后后来我设计了一个课程，这个课程是包括西方的、亚洲的，然后在那个中国啊，然后包括尼泊尔啊、泰国，我都用的是一个版本。以前我自己设计了3年的一个课程，然后呢，就是也有一种子弟的啊，但是就是比如说给你一个比喻，就是说，嗯，第一年就是他们学西藏度往经，就是西藏生死书，那个中英文叫得度啊，巴尔都推度，然后他们那个中英文叫得度里面有，呃，比如说那个，临终中英，他们修4个月，然后呢，十相中英修四个月。然后呢，那个头台中英修4个月，每4个月换课，每4个月我们见一次见面，然后就可能3天到4天我们讲课，然后就那个也解释，然后4个月他们要修，然后这一年结束后，第二年我们就开始什么清明梦啊、梦瑜伽啊，然后破瓦法啊，就这些，就是这样的修。然后就第3年，现在那个我们叫热巴甘霖，就甘霖也是聚练，就7天不吃饭，那个只是喝水一天一杯水，就大概就就这样的一个我自己设计了一个课程。然后西方人呢，他们就是以前呢一直在前行，就卡在前行和其他的一些观音菩萨啊什么这个一些本尊就卡在那儿，让他们听到哇清明梦啊梦瑜伽啊。
你越讲剧烈呢，那个纲领啊，哇，然后就觉得很高，中英文加得度，然后就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刚开始在西方，包括我在中国，我也是刚开始开课的时候，就大概3年这样的一个时期。但是后来我大概将近讲了4年、4、5年左右，讲了这个课程，但是后来，但是他就没有一个，就是讲完3年的课程，但他没有一个，他没有一个子弟，学完了就好像结束了。但是在比如说中国呢，因为喜欢观顶啊，那我呢每4个月换一个本尊，我们那个3年换了9个本尊，就是因为他就是对，然后说我们是这样，就是4个月好修绿度母，然后就观顶绿度母，修绿度母，念咒观想，然后4个月好药师佛4个月，然后也那个什么文殊菩萨4个月，然后就阿弥陀佛4个月，就这样我们就黄财神4个月，就换了9个本尊，然后我说这中间如果你喜欢上了一个，就修这个一个法。然后那个修完9个本尊后，有可能你可以回到第一个本尊、第二个本尊，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设计了一个3年的一个课程。那这个课程虽然很成功，在中国也很成功，然后欧洲也他们特别的喜欢，对。但是讲完三年课程后，有2期、3期，嗯，还有3期，对，大概有到3期了。但是我在想，就是这个没有一个子弟，有没有一个它不是一个传统，我就随便一个设计的啊。那后来我想来想去，因为我们那个柑橘牌，它有3年，这个我们3个月或者4个月，或者是有的时候甚至6个月那个闭关的那个内容啊，从前行道，然后一直到那个普巴金刚啊，那个四加行啊、五加行啊，然后那个我们那个马尔巴、梅拉、冈波巴，然后那个什么他们的上师瑜伽，然后后面呢就是修那个对大手印的这个指和观呢6个月，然后呢那个如果是因为我是那个现在巴达姆嘎举的传承啊，所以我在那个生乐金刚为主。因为如果是那个嘎举牌的话，伽马嘎举的话，有可能那个泡沫啊，那个6个月，然后那个6个月那个生了金刚点球，然后后面就纳入六瑜伽。那现在已经可能有2、3年了，那我跟他们说好，那我们该玩的玩了，明白？现在我们还是跟那个几千年，对，几千年有1000多年那个80四位成就者到所有的那个马尔巴梅拉甘布巴他们这样的一个此地的修法，我们已经有，那我们就这样下去吧。所以现在呢，每4个月换课，但是呢，他们不用3年6个月闭关。他们可以在家修，就每4个月换课，就我们7年这个课程是现在不是3年，7年我们把完成所有的课程。然后呢，这中间呢，他们有时间，他们可以一个星期啊，1个月啊闭关，或者说他们7年后，他们已经说到了所有的观顶口传承，然后他们将来说啊，我现在要3年要闭关，那你已经有内容了，你可以3年闭关，1年闭关。你说这个里面我只是修点丘。那个生乐金刚你也可以。那这个里面你只要修那个度母那个着火啊，1年闭关也可以，就大概是这样的。现在是课程，那所以这个刚才你问的这个亚洲和那个中国和那个欧洲的那些什么障碍啊，障碍呢？你看欧洲呢，他们特别的珍惜，就每天1个小时，晚上1个小时，那个早课晚课，他们到今天那个前面那个3年到现在大概有7、8年的时间没有断过，特别的珍惜的那些法，因为他们知道它的价值，因为很多上师不讲这些就他们都卡在这个前行那个四加行，然后再多可能明白有些上师瑜伽。所以呢，他们特别珍惜，所以呢，他们这个现在这个俄罗斯也很多人，他现在在那个热巴的课程特别吸引，他们说这个是实修，这个是真正的法，它不是讲理论之类的。但中国呢，我发现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他们想学，但是呢，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秘法的基础啊，他不太珍惜，他不知道什么，那溜一下 OK 挺好，但是还没有这种西方那种真正的理解，然后生了金刚也好，其他的一些法啊。再说那个仪轨呢，中国人在中国啊就是他们就是不喜欢做那些仪轨啊，各种各样的那些法器就更不喜欢了。然后一直说上师能不能仪轨简单一点，能不是十页的那个仪轨，能不能两页一页？如果可以的话，就一句话，就能不能只是念咒啊？所以呢，这个嗯。有些，然后就仪轨太长了，然后就很多人就不坚持，就这个是一个障碍。另外一个障碍呢，在亚洲中国啊，很多人他是有禅宗的背景，他喜欢那种，他们特别喜欢那个习念和拉动那个直观里面，直他特别喜欢，直观他们喜欢，大手印直观或者大圆满那个 take two 啊，但是呢。各种各样观想，各种各样的那个法器，就他们就有一点点排斥，尤其是禅宗的那个基础的人，所以这个很多就没有坚持，最后就走了。对，就大概是在中国有一些障碍，然后现在那个因为环境也是另外一个原因啊，然后就没有坚持那个早课晚课，所以我跟他们说，你们不用早课，不用晚课。你4个月来听课换课，我可以了。你不修也是可以，明白吧？就大概这样的态度了。现在，奶吧，这是无奈的一种。对对对对对，然后就种个种子，对，可能这辈子不行的话，可能下辈子我们再说，对。但是中国的师兄里面也有很多，他真正的就是修行的。那当然，哎，所以您刚刚说的，其实是我上几个月前去英国啊讲课，我们也有那边的一些仁波切，他们也聊的时候，就是其实是一样的这个概念，而且这个西方人呢，尤其是连在这个悉尼的蓝山都有一些认识的这个洋人是，他们很早就接触佛教，就是已经这几十年的这种。前一阵子我来我的道场，在这个西大度宗师仁波切的几个弟子啊，他们是自己装好装藏佛像带到说要可不可以开光，然后结果我现场开光，我们这个几个学生在这边，他说开光完了之后，他说你念的是什么仪轨，什么传承，这个什么什么的一个开光的时候的用的法器和你的这个有点不一样，这是什么原因？你看问的都是很非常细腻。都是其实是这个一般的这个华人弟子完全不会想到哦，上师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细节很多的用词都非常精准的这些藏文和梵文的冥想啊，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我们都经常看到他们这些西方的啊，当然呢，我也看到西方有一个问题是，都是已经老龄化了，所以这个西方的年轻人能够带入佛教上呢，就是也有一个障碍。那这个华人的部分呢，你说的这些刚刚提到的这些是，我也其实经常接触的过程当中也有，就是啊。也有就是类似的这样的经验，当然这个当中也有好的和这个就非常认真的实修制。当然，今天呢，我们也并不是说是哪一个民族的做得好，哪一个国家的做得好，只是说我们听的都当做一个对佛法和对这些我们谈话的内容有兴趣的人，对他们来讲的话呢，从这个当中啊，有没有其实有些事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可以改善、更用功、等等，就是这些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聊天的一个终极目标啊。那我在这个请教你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嗯，现在这个时代呢，哦，因为刚才那个，嗯。所以呢，我现在这里要说的是，现在我们这个新一代，就是这个00后的这个他们呢，就是不像以前那么单纯的认为哦，信仰很好，佛教很好，宗教很好，而且可能是真正嗯能够用在他的生活当中。
或者他们觉得真的是有用，然后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或那种情况下，他们才是愿意接受的。这是当然是我基本上我好像是这样的啊。所以呢，如果您接触这些年轻人的时候呢，你跟他们说，这个佛教，我们现在当然是，无论任何宗教和信仰都可以，尤其是我们身为一个佛教背景的这样的一个老师来说的话呢，就是佛教能够用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那对我们的生活和心灵有实实在在的帮助啊。这个方面呢，您是怎么跟弟子这个说明这个，或者就是他可能是前来拜见你或者聊天，但是他也许根本不是信佛的，都可以。啊，就是讲的时候，对，你看来，我觉得可能因为我学了那个7年的心理学啊，有可能这个原因，一般我在尤其是在比如说在中国。我用心理学，刚开始他们说这个它是心理学活佛，就有一个心理学的一个那个什么标志啊，就他们说这个是会心理学的活佛，就是他用科学来讲佛法，所以那个科学因为你学了心理学后，那主要你用表意识和潜意识。我们所说的那个心理学里面叫三角形。那三角形呢，它就是90%潜意识，10%是表意识。那我一般年轻人也好，那个就是不学佛法的也好，那我跟他们就大概的就是那个画三角形，三角形画完了，我跟他们说，你看，就是这个10%，那个三角形的最前面的10%，就是你的表意识，你的现在的生活，你现在看到的、闻到的、听到的、能思考的，就是这只有10%。然后你现在所有的就是那个90%的那个潜意识里面，就你一直在下载24个小时、365天，有意识无意识中，你一直在下载很多很多的信息在潜意识里面。那么这个信息呢，现在也有心理学有很多研究，就大部分的时候就是负面的。就如果你没有觉知的话，没有那个觉知的话，它大部分是负面的。那负面呢，大部分是你看很多人一天，他不在当下，他要么在将来，要么就过去，要么就将来，要么就过去，要么就大概过去和将来之中，然后就他在那种什么过去的一些不好的那些什么愧疚也好，没有，然后就将来的一些担心也好，担忧也好，就大部分这样的过程中呢，然后就他有意识无意识中，他在种很多负面的种子。然后我跟他们说，你看现在你的很多痛苦、烦恼，无论是感情上的问题、工作上的问题、事业上的问题、情绪上的问题，都是潜意识在影响你。潜意识在你没有选择，连你想吃一个什么，你想去一个餐厅，也不是你选，潜意识在决定。你讨厌某一个人，不是你决定，你的潜意识在决定。所以呢，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用就是表面上是好像听起来比较科学，潜意识、表意识、三角形哇，明白？但是讲的是因果。就是讲的是因果，你看你种下来的那些负面的种子和信息在潜意识，就是说的是恶业啊，对吧？潜意识我们佛法语言里面说阿拉耶识，然后我他们接受这个潜意识、表意识心理学，然后讲完了，我跟他们说，你看潜意识心理学里面，现在的西方心理学里面，它只是讲这辈子的潜意识，但是呢，潜意识不止这辈子。那么无数辈子的潜意识，就潜意识很大，无量的大，就是无限的大。那这个佛法里面，我们叫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它也是潜意识，但是比潜意识可能1000、10000倍的那个大，就储存了，就这个里面现在的那个云牌什么那个 cloud 一样，就下载无量的东西。所以呢，然后我跟他们说，就是你看，你现在的潜意识对你的影响那么大，那你阿拉耶识里面的无数辈子这个种下来的，那这个影响更大。所以这样就很多人能接受，先就是那个从心理学那个什么那个入门呢，然后就慢慢的跟佛法是更高的心理学，觉得啊是吗？就以为是佛法只是就拜拜佛啊，什么那个念念经啊，什么点点香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佛法是有比心理学及科学更高啊。就意思是说，我在用心理学的方法去，就是跟年轻人也好，因为年轻人他觉得科学是真实，那些其他的都是迷信，所以呢，现在就是用心理学尤其是在中国，就特别的他们能接受，对，好。我觉得您刚刚说的这个佛法传达的这个方式啊，释迦牟尼佛经常说，在我们亲法记当中，就是说个别根器义乐，就是不同的根器和不同的义乐作为一个基础，然后就是传达。还有，我今天突然间想到一个，今天我想到就是说，你这点钱吧，这个佛嗯哼，陀赞颂的这个那个随念三宝经当中，就是你这点钱吧，就是时间知道的知。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功德之一是时间智，所以呢，其实呢，这个呢，我们其实是实际上呢，不是只是天天在念，实际上要非常深思的一个地方。这其实我今天突然下午还是对，想到了这一点，哇，这个话就是非常重要。嗯哼，所以呢，我们也您这样，就是说，他们针对性，他们能够接受的，就是符合他们的这种观念和价值观，和他对们自己讯息和传达的这种方式和认同的一个基础上，然后再这样传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接受。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对，除此之外呢，我还有一个就是，问题呢，就是您这样的呃，跟他们这个接触的时候，那其他真正的这个讲经说法的方式啊，除了一些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之外呢，比如说你真正的要去解释，假设今天要解释这个普贤上师言教，那就是你的讲嗯，法的方式和什么样的一个传达方式呢？当然不能全部都用心理学嘛，所以或者西方的对对对对。用词，但是还是迁徙移动的方式要跟他们要讲这个传统的这个传承的时候，你是怎么用的？对，一般你看我在讲课的时候，就是1/3我在讲课讲，然后剩下来的1/3就是我在就是让他们问问题，就问问题啊。然后剩下来的时间，我就让他们就是有小组，比如说，如果说有50个人，那我让他们每一个组就是10个人，就是5个组，然后就让他们刚才那个学习的时候，他们明白了什么，又明白了什么道理，这个怎么应用在生活里面。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讲太多了，他们也消化不了。然后呢，如果你没有给他们空间就是问问题啊，然后就听他们是怎么想的，然后就他们很多问题就没有解决。但是没有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小组就讨论了，因为小组讨论的时候，就好像同样的人，明白就是我们都是一样的，然后就讨论的时候，他们等能打开的更打开，然后呢，他们可能学得更快，就大概是我是这样，但是主要我就讲课的时候，跟他们就是讲完一个内容，
然后我跟他们就是给一个比喻，这个是如何应用在日常生活里面。然后以前我是怎么用的，然后现在我怎么用，然后你们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刚才这一句话这个内容，那你们怎么应用在日常生活，跟爱人、跟父母、跟亲戚、跟朋友怎么？所以我在比较强调就是那个应用在生活里面。所以呢，很多很多那个师兄们就是他们比较喜欢啊，徐老师的那个曲家荣波切的课程他是比较能应用在生活里面。所以呢，就是对，因为有的时候你讲太多了，就就有的就他们没有办法能链接，所以呢，我经常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就怎么用，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吧，对。呃，那我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啊，当然是这个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两个人的这个身份背景呢，就是也有点相同的一个共同点在啊。但是我呢，嗯确实是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呢。比如说您去汉地弘法的时候，跟西方人就完全不一样。西方人相对呢这个方面就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和一些观念，但是呢，传统的这个汉地呢，就是经常讲经说法的都是出家人啊。然后呢，甚至呢，就是白衣人能不能讲经说法，能不能成为上师，都是甚至在传统的这个汉传佛教里面，还是有一些有不同的看法的。所以这个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所以呢，他们觉得应该要非常这个什么这个一个出家相来出现他的上师，这个是有的。那藏传佛教里面呢？当然，我们的上师当中也有一些是非常了不起的修行人，也有在家的，也有就像我们说的马拉里巴、马尔巴哦，全部有。我们也说，就是非常大的成就者当中，也有在家相的，也有出家相的。可是呢，您现在这样的这个方式，因为在汉地啊，很多传法的时候，说实话，我也就是看到有一些上师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这个完全以这种一些事和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的时候，有些可能更低着怎么去，就是说对自己接受这个风格，或者以这样的方式能够利益更多的这个弟子这个方面呢，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考虑。那您呢，就是现在以这种方式在汉地弘法的时候，这个身份是不是容易变成一个障碍呢？还有会容易成为一个优势呢？所以这嗯，个部分我们也就可以谈一下。对对对，我觉得现在就我遇到的很多中国的师兄弟，呃，可能现在这种已经需要一个僧人要弘扬，呃，就可能没有太以前那种太执着，对。第一，第二呢，现在你看呢，你可以可能在微信啊，什么那个抖音啊，你看到很多很多在家人讲各种各样的，就是听的人也很多。所以你看，反而出家人就是讲的时候，现在因为大环境啊也不太方便，他们去听也不方便，讲也不方便，对。所以呢，我觉得在中国啊，还是在家人他有很大的优势，他也不需要庙，他也不需要什么那个阿卡证啊，什么证啊，那个各种各样的证也不需要，明白？就你可以随便，你可以去哪里，对。当然也不能太那个公开这样的啊。但是我觉得啊、我没有感觉到它是一个障碍，对。反而中国呢，我觉得就是在家
的身份，你讲课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对。第二呢，现在很多人他可能不太在乎这个外表，他可能代表这个人他的人格怎么样。就是你看他一天来，很多人观察，现在你所有的人就是观察这是什么样的人，他是真的是一个修行人，还是他是一个假的？因为他们现在害怕的是假的，他们不害怕他是僧人还是不在家人，他们害怕他是不是骗子。所以现在问题是这个，在中国啊，因为很多骗子的，就他主要关骗子，然后就这个过了这个考试啊，他不是骗子，他是真正的一个对修行的人，对，然后就开始慢慢的信，然后就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有内容啊，你自己修过，你有讲的内容，你不是一个讲，只是一个理论，然后你没有你自己也没有实修，你自己没有应用在生活里面，那别人也早晚能观察到，早晚能会明白，对。但是他们观察的过程中啊，这个人真的是把讲的东西，他也应用在生活里面，他也能做到，那他更相信了，然后他相信后，他会带来他的亲戚朋友啊。就大部分是这样的一个，我们没有做大的什么广告啊之类的，就是一直在跟，对，就是一点一点的，就是这个过去10年吧，因为2013年左右就我们开始那个热巴的课程，在中国啊，那现在就快不是不是2013年开始，2013年有几个师兄对，然后后来可能2015年2016年左右就开始对，将近现在有8年左右吧8、9年。啊。我觉得您刚刚说的其实是非常对，因为呢，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在尼泊尔的，但是我们藏地的或者那些喇嘛很多或者一般的人都以为这些汉人呐、他们不懂佛法，但是有时候确实他们不懂佛法，他们有时候佛法上的一个问题，小小的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化里面观念里面非常成熟，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情，他们可能是问。但是呢，这个不代表他们没有文化和学识，他们很多都像我自己接触的很多这边的悉尼这边的华人啊，那些全部都其实是有相当的文化水准，而且现在大家人都是非常聪明，非常就是那种会查信息，然后非常就是精神的都在，因为当然都是根本上就是要保护自己嘛。所以确实在看他是不是一个真的还是假的，他讲的是不是对我有用没有用，这个是作为一个根本点。所以这个上面我们不要会以为他们都是迷信的，他们不懂啊，我们随便讲一讲可以，其实不是。我也发现有一些呢，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认真的对待的时候，他们也听一听。表面上可能很客气，但是久而久之就他们会选择别的更好的，因为现在有的就是选择嘛。对对。所以这个部分呢，您说的也非常，我也认同啊。这个不仅是给这个华人和他们的，我觉得我们那些藏族的弘法制和一般人也一定要，知道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深有感触的地方嘛，所以我就也顺便提了一下。那我再就是这个，接下来要请教的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就是。您第一次这个课程设计的时候，当然很简单，但是我一直这样下去的话，也有个风险是可能不太符合这个传承的要求。我前一阵在跟看见南主任部就做一个访谈呢，他说当时呢，南主任一开始的时候，边东法王的寺院呢，佛学院的课程设计，比如说中观、儒中论，可能是今年讲一半，明年讲一半这样。后来他们发现这样的话呢，没办法。就是传统的方式去讲，那这样的话呢，去年在的，今年不一定在，所以这个没办法圆满这个传承。所以，比如说上半年、下半年一定要讲完这个整个的内容。所以他们考虑到这个传承不只是学习而已。所以呢，我现在要的问题是说，你也现在又重新回到这个1000年的这个传承的这个模式了。
我觉得这个听了就是我是很开心的，我自己也虽然也非常接受现在现代的那种做法的有一些概念和自己的一些系统，但是也必须我们要非常严格的要守护这个传统嘛。所以我也就是无论有没有人在听，我也就是讲普贤上师也叫讲入行论，就是所以就是有时候我就不太愿意用太多的包装，我觉得原是原为讲，然后他们就是来就来，不来就不来。所以呢，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又不能太就是传统，真的是没有人来。我们讲的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当下的那些需要的人，那我们完全脱离了，也不是好的一个方法嘛，不是三教方便。所以呢，这两个之间您是怎么平衡的？现在你看呢？又是年轻人可以接受，又是如法，就是不违背这个佛法明白，的教育对，的系统的，就这个意思。明白，对。现在你看呢？现在我觉得它不是现代和那种啊、我们所说的那个什么传承，它不是那个现代和传承的问题。我是这样去思考，就是无论是年轻人也好，无论是年纪大的也好，无论是年纪那个中等的也好，他们我发现他们什么吸引呢？他不是你讲现代又觉得哇，你讲的一些传承的那个传统的，觉得哇，他这个太旧了。我现在发现他，因为过去10年一直在讲课的过程中，就是无论是你在欧洲也好，俄罗斯也好，中国也好，尼泊尔也好，因为现在的人最需要的是爱，爱。OK，就弟子能感觉到那个上师爱我，你讲什么都对。就是爱是意思是说，你看弟子多了，有的时候觉得可能你没有办法观察到每一个人，但是呢，你看他，因为我经常说那个心理学里面，我们所有的人类的啊，包括众生的很简单的一个心理，我现在在慢慢的在学习，也在慢慢的在掌握啊。机会啊对对对，因为你看呢，我的妈妈，我给你一个比喻啊，我的妈妈她是一个菩萨，她从来没有上过学，她连那个藏文也可能很多那个读不懂啊，可能几年前我开始慢慢的教她，因为她有7个孩子，我们是7个兄弟姐妹，他们都在瑞士现在。然后呢，她就一辈子忙着照顾孩子，对。然后呢，我发现就是他对我特别爱我，就我每次因为我刚才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大部分时间我在庙里面啊，佛学院里面啊，就流浪啊，就是时间很短，跟妈妈一起。但是妈妈哪怕是5天的时间，1个星期的1个月的时间，你感觉到你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那个人，你是这个宇宙的中心，你是那个王子啊，就是他的全专注力在放在你上面，就是他特别关心你，他特别理解你，他特别包容你，就我以为是因为我是活佛啊，因为我在外面，因为我是男孩子，所以因为我们是4个女的3个男的，所以呢他重视我。但是后来我问了我的姐姐、我的妹妹、我的弟弟、我的哥哥，他们都有同样的体验，他们都有就是同样的体验，就是母亲对他们的那种爱啊。那我后来发现，不仅仅是孩子，母亲有一个妹妹，然后他的哥哥，他的那个什么，我的爸爸的妹妹啊，不就反正妈妈遇到的所有的人，他们都有同样的体验，就你
他特别对我好，妈妈，你的妈妈对我，然后我发现他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然后我在观察他的那个，我觉得就是那个，你看他的那种专注，就你遇到每一个人，就他知道他不是24个小时365天你要面对，就哪怕这个5分钟的时间，他就不走神了，就全专注，就放在这个人的身上。然后就他能感觉到好像被关注、被爱、被尊重、被理解、被包容，然后就喜欢上了。哦，你的妈妈是菩萨，遇到的啊。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我真的想就是一个当然菩萨的一个那个什么，嗯品质啊。那为什么跟你分享这个呢？因为我以前以为是讲法的时候啊，这个现代心理学啊，什么那个传统啊，这个呀那个呀，但是后来我发现，无论是年轻的，无论是年纪大的，如果哪怕一眼那个眼神也好，他能感觉到哇，对吧？被尊重、被爱，就是简单的人类这个众生的心理学，就是我们都那个现在被宣布斯林大西也好，我也好，就我们无论是外面已经30岁、40岁了啊，但是还是我们就是那5岁的孩子还在，就我们也喜欢被别人尊重我们、包容我们、理解我们，就是认可我们，明白？就是爱我们。所以意思是说，讲课的时候，我现在发现，就是方法比就是你那个听课的人，他感觉到你对他的无条件的爱，一个眼神，他能感觉到上师看到我。然后你跟他说话的时候，就不是说我是上司，你是就完全的，我也有几个上司，我能看到有一个，比如说那个，这几个上司啊，就是也有他们就是那种有这个品质啊，就特别那种慈悲的啊，我觉得有了这个，没有不分年轻年纪大，就是男女。亚洲、欧洲、西方不分，就是，然后你一旦他爱上、喜欢上了你，你讲什么都是对的，你讲什么方法，你讲传统的，哦，没事，我就听，你想现代的，哦，可以听，你讲的太好了，太喜欢了，但是如果他感觉到你对他没有尊重，没有被爱，没有关注，没有理解，就是看不起你，然后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对。嗯，我现在是往这个方向在掌握，我觉得刚才说的这种真的要包容，对每个人，就是你刚才说的一样，很多人觉得啊那些什么他们是笨的啊，就是问了那么简单的，你看我有的时候同样的问题，同样的课程，可能问了很多次，然后我就就是没有抱怨，就完全包容的，就是跟你一个小孩子聊天一样，一个一个的解释，然后他们感觉到哇，因为你刚才说的人呢聪明啊，他知道这个人，你看他对我那么忠实，所以我现在发现不是你讲多么什么样的法，什么样的内容不重要，我觉得一旦他感觉到爱，他的心打开了，一旦心打开了，你讲什么都还能应用在生活里面。好。